先問大家個雜心問題，你屋企個垃圾桶是不是隨手一放，覺得佢淨係個裝爛嘢嘅桶，污糟咗就倒，滿咗就換，有咩好講究？我同你講，大錯特錯，呢個嘢根本係你屋企風水入面嘅隱形掃把星，擺啱咗係藏污納垢嘅轉運容器，擺錯咗就係日日耗你財運、散你福氣嘅破財黑洞。唔好覺得我吹水，搞風水30幾年，見過太多人因為一個爛垃圾桶住豪宅卻脫唔到錢，遇貴人卻被擋門外，屋企人本來和和氣氣，突然就雞飛狗跳，你屋企嘅衰嘢，好大機會就係呢個唔起眼嘅垃圾桶搞嘅鬼。我哋先把說話講頭，唔玩虛嘅，萬物都有能量場。你屋企每一樣嘢，就算係個垃圾桶，都喺度影響全屋嘅氣場流轉。喺風水命理入面，垃圾桶係晦氣聚散地，裝嘅唔係廢品，係你全家每日產生嘅衰敗能量、負面磁場、剩菜剩飯嘅負氣、過期用品嘅衰氣、廢氣雜物嘅晦氣，全部喺呢個桶入面逼住。你隨手一放，就係將呢堆霉運失去你屋企核心位置，等於每日親手將財運、貴人運推去門外。就算你屋企係風水寶地，都頂唔順你咁霍。好多人好傻、好天真，覺得我屋企個垃圾桶有蓋，冇事，純屬自欺欺人。個蓋只可以擋眼，擋唔到氣場滲透，就好似你將臭物仔藏喺衣櫃入面，眼睇唔到，但係陣味照樣飄，氣場照樣被污染。更關鍵嘅，你對垃圾桶嘅態度就係你對生活嘅態度。垃圾桶亂擺，污糟到發臭先去倒，即係話你骨子裏拖延求其，唔中意清理負面情緒。呢種心態反過來又會被晦氣加持，越懶越衰，越衰越懶，形成惡性循環，想翻身都難。今日唔繞圈子，直接上硬菜，3個垃圾桶致命擺放死角，你對住屋企查下，中一個就即刻移，中3個就即刻改，再遲就真係冇得救啦。每一個都有真實案例，唔玩空口講白話，等你實實在在見到一個垃圾桶可以毀你幾多運勢，又可以幫你減返幾多福氣。第一個死角都係最致命嘅一個，將垃圾桶擺在屋企固定財位度，呢個操作等於將你辛辛苦苦嘅錢倒去垃圾堆，純屬黐線。先同大家科普個乾貨，唔好再亂找財位。風水入面最通用最好找嘅財位就係你打開大門，企喺門中間，面向屋企入面望，視線最遠嘅對角線角落，呢個就係你屋企嘅聚財池，專門吸財運、傳福氣嘅地方。等於你屋企嘅錢罌，你就好啦。為咗求方便，將個堆滿爛菜葉子、臭紙巾嘅垃圾桶放喺錢罌度，呢唔係將錢罌戳穿個洞咩？財氣先入到屋企，一碰到呢堆晦氣，即刻就散，快過你使錢。更可笑嘅係，好多人仲覺得自己好勤力，每日倒垃圾、換膠袋，將客廳收拾得乾乾淨淨。殊不知你倒嘅唔係垃圾，係你全家嘅財運。財位係咩地方？係全屋最尊貴、最需要乾淨嘅地方，應該擺水晶、聚寶盆、長青樹、鎮宅聚財，你就好啦。擺個垃圾桶，等於同財神爺講，我唔要 money， 你唔好來。財神爺就算來咗，都被呢陣味分走。同大家講個真實案例，幾年前有個做貨運貿易嘅老闆找我，愁眉苦臉話公司生意唔少，帳面都幾好睇，但年尾一算，1分錢純利潤都冇，懷疑財務做手腳。我冇睇佢本帳，直接去佢屋企，一入到門就睇到問題。佢屋企客廳大門對角線嘅財位度擺住一個冇蓋嘅膠垃圾桶，入面堆滿煙頭、隔夜茶包、擦手紙，差唔多滿咗，仲有股酸臭味。我問佢呢個桶放咗幾耐，佢話搬入來3年就冇喐過，覺得呢度偏僻喎，放垃圾桶唔佔地喎。我叫佢即刻將垃圾桶移去廚房洗菜盤櫃入面，關上門擋住，再換個有蓋嘅。佢半信半疑，但係都照做咗。結果6個月後，佢笑口噬噬來找我多謝，話公司利潤率翻咗1倍，冇加生意，冇減成本，淨係移咗個垃圾桶。唔好覺得神奇，呢就係風水氣場嘅作用。佢將財位上嘅破財黑洞塞咗，原本悄悄流失嘅財運自然就賺返落來。教大家一個最簡單嘅找財位方法，而家就可以試企喺你屋企大門正中間，打開門面向屋企入面最遠嘅對角線角落係財位。如果大門喺客廳中間，左右2個對角線角落都係財位。呢2個地方唔好話垃圾桶，
連隻臭物仔都唔可以放，快啲去查。第二個致命死角，垃圾桶擺在大門正對面，大門兩旁，呢個叫開門見位。貴人繞路走，霉運找上門，比財位擺垃圾桶更常見，危害都更大。我哋先搞懂一個風水常識，大門係你屋企嘅氣口，就好似人嘅嘴負責吸新鮮空氣，好運氣、貴人運，排出晦氣、衰氣。你喺大門對面或者兩旁擺個垃圾桶，等於喺嘴旁邊放一堆屎，一開門迎面而來嘅就係晦氣。好運你先到門口就被污染咗，根本入唔來。貴人來咗，一睇到呢個桶，心入面即刻唔舒服，轉頭就走，你連機會都冇。好多人求方便，將垃圾桶放門口，出門口就可以拎住倒，覺得省功夫。殊不知你省嘅係少少力氣，丟嘅係大把財運同貴人運。每日朝早一開門，第一眼就見到垃圾桶，潛意識入面就會產生煩躁污糟嘅念頭，呢股負面情緒跟住你出門口，返工唔順，同人影衰都係家常便飯。夜晚返屋企，一入門口就見到垃圾。一日嘅攰，加上晦氣影響，心情更差，屋企矛盾都變多。再同大家講個案例，有一個後生嘅地產經紀，連續大半年冇開單，差啲食唔起飯，覺得自己好蠢，唔適合做銷售。我去佢租嘅細單位睇下，一跳大門一打開，正對面就係一個廠口垃圾桶，入面仲有前一日剩低嘅杯麵湯。5月份嘅天已經發臭咗。我叫佢即刻將垃圾桶移去廚房，換個有蓋嘅不鏽鋼桶，藏喺櫃入面。2個月後，佢 send message 俾我，話1個月簽咗3個大單，拿咗最高提成，問我係咪巧合。我同佢講，邊有咩巧合？你將門口嘅貴人擋路石移走咗，客戶貴人自然就來啦。呢度重點，大門內外玄關附近絕對唔可以放垃圾桶，就算你屋企再細，都要諗辦法移走，真係冇辦法。必須滿足2個條件，第一係必須有蓋，而且要時刻蓋緊，唔可以闖住。第二係唔可以選純黑、大紅，純黑招陰，大紅散晦氣，選米色、白色、不鏽鋼銀色最好。但係講極都好，最好嘅辦法就係讓垃圾桶離你屋企大門越遠越好。第3個致命死角，最容易被忽略，危害都最隱蔽。垃圾桶擺在客廳中心，日常動線中間。好多人覺得客廳中間放個垃圾桶，因垃圾方便，殊不知呢個係喺你屋企賭氣，令全家運勢磕磕絆絆。風水入面，客廳係全家嘅心臟，係氣場交匯嘅核心。客廳嘅幾何中心點叫太極點，係全屋氣場嘅總掣，等於人體嘅心臟。一旦被污染，全屋氣場都會變混濁。你將垃圾桶放喺客廳中心，就等於喺心臟度扎個洞，祥和之氣、旺運之氣，全部被呢個桶嘅晦氣吸走排走，屋企人自然會心煩壓抑唔和。仲有日常動線，就係你同屋企人每日行得最頻繁嘅通道，比如梳化去電視櫃、客廳去廚房嘅路，將垃圾桶放呢度。你每日行路都要繞住佢走，看似小事，實質喺度破壞你嘅氣場。你嘅氣場本來係順暢嘅，每日繞來繞去，氣場就會變得磕磕絆絆，反映到現實入面就係你做嘢唔順，成日遇阻礙，關鍵時候成日有人搞震，衰嘢一件接一件。有個家庭主婦找我訴苦，話最近1年特別衰，開車被追尾，去銀行遇系統故障，買喺丟銀包，懷疑自己撞咗邪。我去佢屋企睇下，客廳幾大，但係梳化同電視櫃中間嘅動線上擺住一個好大嘅敞口垃圾桶，屋企人行路都要繞住走，入面嘅垃圾差唔多溢出來。我叫佢將垃圾桶移去陽台角落，換個細啲嘅有蓋桶，每日及時倒掉。3個月後佢反饋話，衰嘢再冇發生過，屋企人都唔多嗌交，生活變得順順利利。其實道理好簡單，動線通咗，氣場順咗，運勢自然就順。氣場倒咗，運勢好得去邊？呢度教大家客廳垃圾桶嘅正確擺法，3條鐵律必須遵守。第一，放隱蔽角落，比如電視櫃側面、梳化旁邊，唔好放中心，唔好動線。第二，必須有蓋、腳踏式、感應式，最好唔好用敞口嘅。第三，每日瞓覺前必倒垃圾，唔好讓垃圾過夜。過夜嘅垃圾會釋放晦氣，影響睡眠同屋企人健康，仲會耗損氣場。查完擺放死角，
接下來教大家3招垃圾桶轉運法，簡單易操作，今日返屋企就可以做，使幾分鐘就可以將廢氣變做好運氣，唔好嫌麻煩。呢個係最平最有效嘅改運方法。第一招，垃圾桶必須有蓋，呢個係重中之重。唔好覺得有蓋冇蓋無所謂，個蓋鎖嘅唔係陣味，係廢氣嘅擴散通道。敞口垃圾桶就好似一朵睇唔到嘅毒雲喺你屋企飄來飄去，污染每一個人嘅氣場。有蓋嘅垃圾桶可以將廢氣鎖喺入面，淨係丟垃圾嘅時候先會微量釋放，對氣場嘅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建議大家選腳踏式或者感應式，唔使用手碰個蓋，又衛生又唔會驚動桶入面嘅負面氣場，一舉兩得。唔好貪平買敞口桶，省嗰幾塊錢，丟嘅可能係幾萬幾十萬嘅財運，得不償失。第二招，選對垃圾桶顏色唔好亂買，好多人買垃圾桶睇邊個平邊個好慳就選邊個，殊不知顏色喺風水入面大有講究，選錯咗等於喺屋企招霉運。同大家劃重點，避慳指南：純黑色垃圾桶五行屬水，雖然可以藏污，但招陰，容易聚集低迷氣場，唔好放客廳、睡房呢啲人多嘅地方。大紅色垃圾桶五行屬火，會將廢氣擴散出去，等於火上加油，絕對唔可以買。純白色垃圾桶五行屬金，可以鎮煞，但太唔內臟，污糟少少就好顯眼，影響心情，唔推薦。最推薦嘅係不鏽鋼銀色同淺灰色。不鏽鋼屬強金，可以淨化磁場、化解煞氣，仲容易清潔。淺灰色屬土，可以鎮壓穢氣，讓佢安安穩穩喺桶入面，唔好四處搞事。另外，唔好買花里花碌帶卡通圖案嘅垃圾桶，呢啲圖案會激活穢氣，令負面磁場變活躍。越花碌危害越大。垃圾桶嘅使命就係藏污納垢，越低調越唔起眼越好，唔好將佢當裝飾品。第三招，定期清潔垃圾桶，唔好淨係換膠袋。好多人犯一個致命錯誤，膠袋滿咗就換。垃圾桶本身從來唔清洗，殊不知桶底早就積滿湯汁、油漬，發霉發臭。就算換咗新膠袋，廢氣仲係會滲出來，污染氣場。建議大家每星期至少清洗一次垃圾桶，用滾水沖燙，殺菌去味，再用白醋或者小蘇打裏裏外外擦乾淨，然後拎去太陽底曬乾陽光，係最好嘅淨化劑，可以徹底驅散桶入面嘅穢氣。清洗嘅時候唔好覺得麻煩，覺得污糟，你要喺心入面默念：我洗嘅唔係垃圾桶，係全家嘅晦氣、負面能量。每洗一次，屋企嘅氣場就乾淨一分，你嘅運勢就好一分。呢個唔係迷信啊，係心理暗示。同氣場共振，你對生活用心，生活先會對你用心。你清理走外在嘅污糟嘢，內心嘅負面情緒都會跟住被清理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升華一個道理：垃圾桶其實就係你內心嘅鏡子。你每日倒掉嘅唔單止係生活垃圾，仲係你生命入面嘅精神垃圾。啲冇用嘅負面情緒、過期嘅怨恨，消耗你嘅人際關係，就好似垃圾桶入面嘅廢品。留住只會污染你嘅心境，耗損你嘅運勢，不如果斷倒掉。好多人屋企打掃得一塵不染，垃圾桶倒得比邊個都勤力，但係內心嘅垃圾卻從來唔清掃。人哋一句唔中聽嘅說話，記恨10年；一件小事受咗委屈，必屈5年。見到人哋過得好，嫉妒3年。呢啲精神垃圾比廚房入面嘅剩菜剩飯仲可怕，佢哋會腐蝕你嘅心靈，消耗你嘅元氣，令你越嚟越衰，越嚟越唔順。教大家一個心靈排毒法，簡單易操作，每日都可以做。每次倒垃圾前，企喺垃圾桶前，閉上眼，做3次深呼吸，問下自己：今日我心入面有咩垃圾？係老闆嘅批評、路人嘅唔講道理、屋企人嘅摩擦，將呢啲負面情緒想象成垃圾，打包放入膠袋入面，然後扔掉。同時默念：呢啲冇用嘅污糟嘢，我通通都唔要啦。剛開始可能覺得矯情，但堅持7日，你會發現心入面越來越輕鬆，氣場越來越順，衰嘢都越來越少。我有個學生係位老先生，每日倒垃圾前都會企喺垃圾桶前1分鐘，打包前一日嘅煩惱。
扔掉之後，整個人都輕鬆咗。堅持半年，佢幾十年嘅失眠好咗，脾氣變溫和，連投資都順風順水。呢個就係心脈一元嘅妙用，外在乾淨，內心先可以通透，內心通透，運勢先可以興旺。最後同大家做個總結，字字珠璣，記好一個細細嘅垃圾桶，擺錯咗係好運黑洞，擺啱咗係聚財神器。今日講嘅3個死角3招轉運法，冇虛嘅，全係實戰乾貨，冇廢話，每一句都可以幫你避慳改運。唔好覺得風水係迷信，佢本質上係生活智慧。你將屋企嘅氣場打理乾淨，將細節做足，心情會變好，人際關係會變好，運勢自然都變好。垃圾桶嘅擺放看似係小事，卻藏住你對生活嘅態度，藏住你全家嘅福報。而家我請你做3件事，唔好偷懶，而家就做。第一，喺心入面給自己點個讚，告訴自己我願意清理過去嘅負面能量，迎接新嘅好運。第二，將呢篇文章 share 俾3個你最在乎嘅人，三生萬物你幫佢哋糾正錯誤，都係喺給自己積福報。第三，即刻起身去檢查你屋企嘅垃圾桶擺錯咗，馬上移走，唔好等聽日，唔好找藉口。今日就係你轉運嘅日子，而家就係你開啟福報嘅時辰。我再問你一句，看完呢篇文章，你仲可以心安理得將垃圾桶擺在財位，擺在門口，擺在客廳中間嗎？如果你仲懶得動，即係你仲未準備好改變現狀，仲甘心困喺低迷嘅運勢入面，如果你而家就起身去移垃圾桶，即係你已經找住咗改運嘅機會，好運好快就會奔向你。記住，風水唔喺遠方，就喺身邊；好運唔喺別處，就喺你嘅一舉一動入面。將垃圾桶擺啱，將內心嘅垃圾倒掉，內外兼修，你嘅家庭、你嘅事業、你嘅人生都會越來越順，福氣、財運、貴人運都會源源不斷咁來。願你全家氣場清明，財運亨通，從此遠離霉運，萬事順遂。